是关系够。这么一块来口咱们老百姓来给你们那是什么？家务少了，你给你去看小心心。感觉关前两年快到了你发个你跟那远跟你花了早。把个单人家那个单的话把打瓦呗，这种我都管拿停了呗，现在。好了，这前子住给他整。前子住个叫嘛，跟你关前两年把打。这会儿可是这个，现在我都今年不可能了。这去年不关前两年直接就整不清，这你们忙的出啥子你们，你个忙，你自己把个啥准备整到了没？这个等等的去，现在是都打死我没拉上能打不？是这个。啊，你个忙，真的。你这样的装，老美就这个。你第一这个你搞起个那个哇，装起跟枪，这个搞来修个小盖子，哦，他是那个，哦，那我个车好弄呢。大概车吗？你好几个？这个车里。这个大的黄车上你黄盖为点就是什么？So what's happening?